台南市副市長葉泰山甲文化園戲劇總團長陳勝豪共同講了，替這座戲秀藝術館來開幕啟用。4月18、19兩天舉辦開幕活動，有青年軍再來精彩戲劇《護國將軍》，還有孫翠鳳甲伊的查甫人八仙傳奇特典，以及創團97人來的經典戲曲甲道具，去袂少戲迷來參觀。文化園從1929年以台南創立，以今年因將近100年的時間，要轉來到台南這個所在，未來有一個戲秀這個所在，會讓大家一家會當看到文化園這家的表演，嘛會當看到文化園因非常精彩的這歷史。場館規劃以展演、教育、體驗為核心，將大氣空間營運、教育推廣甲文化觀光三大任務，希望帶動地方嘅文化點，提升台南佇國際文化舞台的知名度，同時嘛作為人才培養的重要基地，系統性的推動歌戲傳習，替傳統文化注入新動能。邀請孫翠鳳老師來開課，一定要把孫老師一定要抓來開課的，那請大家敬請期待。除了歌仔戲，我們也希望打開年輕市場，邀請 Podcast 頻道來我們這裡做一個體驗的活動，還有親子觀眾。我們有親子體驗營、歌仔戲的體驗營、布袋戲的體驗營。戲秀藝術館預計5月3日展開試營運，8月1號正式開館啟用。期間將結合歌戲演出、活動體驗、青年創作以及甲國際團體交流，替城市文化擱添新亮點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